在电话爱心店家所准备的便当甲饮料已经送到位，詹文雅爱心义工已经无闲甲种出种粒。根据了解，为了帮助寒暑假期间弱势学童袂因为无营养午餐而巴肚，所以议员持续开办已经迈入第9天。今年受疫情的冲击，需要帮助囡仔比过去较济。今仔日预计发送250份，场面相当温馨。很好啊，然后都有水果，然后餐也很好。对，谢谢曾培雅，谢谢。很好啊。真正受到帮助嘛。议员詹本雅强调，今年有20间爱心餐厅轮流加入供餐的行列。参像今日第11天，议员每下店市个介绍的日本料理店，加上歹订到的面包店，连手提出无同款的中岛顿。其中汉堡包有芝麻肉，佮有两盒，让囡仔食得澎湃佮满足。他今天也让孩子吃不一样的餐哈，就是很有特色，就是有龙虾天妇罗，还有炒虾天妇罗，你看多丰富啊！他们为了就是要让孩子吃得开心啊，那让孩子温个饱。我想大家的有心，大家有目共睹之下呢，我在这里借的今天也谢谢你们2位哈，还有这一次参加的20几家的爱心商店。那我希望今年的疫情大家赶快过，平安健康。那在这里，孩子们，阿美阿姨准备的餐，大家吃得开心。重点还是希望你们保有健康，还有一点要用功读书。议员来找我们餐厅，跟我们配合。我就是媒合我们餐饮界的同仁来一起来做爱心，让中餐助同哦，让这些小朋友吃的暖哦又开心呐。最主要是那个面包的主体方面非常好吃，但是因为我们小城市它是那个台南在地面包做的非常厉害的一间烘焙坊，那他今天他也是赞助我们做这件爱心赞举的事情，然后赞助250个。他这个平常你们要买真的是买不到，它这是非常难订的面包。今年受疫情影响，台南市东区12间国中小需要帮助的都有270位，加上产业嘛同款无好过，所以对7月5号到8月31号当中，一方面提供弱势学生爱心便当，嘛互商店有生意，共同渡过难关。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